看得出来，大家对这次的考试都非常的认真，所以我也就不多说废话。第一排的同学拿好卷子，剩下来发过去。叶玉虎，哼哼，我早都给大家说过，可以不会，但是不可以偷，不可以抄。哼，叶玉虎，来，让老师看看你下面藏的什么东西。 叶老师，这明明是一张草稿纸啊！用自己的实力做题，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继续。对付廖学兵，不能用以前的方法。这次我们不仅要考出好成绩，还要摧毁他监考的信心，这要两者兼得可不容易啊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一张写满文字的纸。 不戴隐形眼镜根本看不出来。哎，那隐形眼镜呢？我去，太狠了吧！恭喜大家！周六早上9点半，校门口坐大巴去碧玉岛露营。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课下再去商量。现在我们开始上课。 好。哇，魏小丹同学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子呢？你这样是完全不对的啊！看着，李老师，我知道怎么弄。海水印拿着。哎呀，那这样才对吗？哇，慕容同学啊，你怎么可以把帐篷放到这里了？你没有看旁边全都是海吗？如果整船把你冲走怎么办啊？我去那边，那边。廖老师，这扣子怎么搭的呀？我真的受不了你们这些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人啊！今天终于知道自己干活的艰辛了吧？还有你这搭理是不对的，你没有看到这旁边都是石头吗？也挪开。现在帐篷都搭好了吧？如果有想去吃饭的呢，就去旁边捡柴，注意不要走太远。剩下的同学可以捡些石头搭灶台。啊，慕容同学，还有贝小丹同学，你们可以去捡点干柴回来。周安啊，你拿个桶干什么呀？喝水啊，放下。你去搭个灶台吧，搭稳一点。哎，老师，我们都去干活了，你干嘛呢？等着吃吗？当然不是了，老师要去巡视下周围，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，比如说狮子呀、老虎、大象、猫，总之你要好好干活了。